務處今年首次獲得由申訴專員公署頒發嘅科技應用及創意獎，我同全體同事都深感榮幸同埋十分鼓舞。今年渠務處嘅目標係擁抱創新科技，應對未來氣候變化嘅挑戰。我哋自主研發嘅秒立式系統，能夠透過水力模型作出超過3000個預演模擬情景，有助評估全港各區嘅水浸風險。我哋就可以作出超前部署。秒立式系統仲喺今年嘅日內瓦國際發明展獲得評判團嘉許金獎。過去多年以嚟，我哋利用自主研發同埋創建嘅水文資訊系統，喺全香港已經安裝咗超過300個遠程防洪裝置，每日24小時持續監測各區嘅雨量同埋主要河道嘅水位。另外，渠務處喺今年開始喺多個水浸風險較高嘅低窪行車路段設置內爐監測器，進行實時監測。渠務處會繼續力求創新，包括利用強力排水機械人龍吸水同埋小雨系列處理緊急水浸事故，去提升我哋嘅防洪排澇嘅能力。更加重要嘅係將香港打造成為一個韌性城市，以應對極端天氣嘅嚴峻威脅同埋挑戰。